今日係五四青年節，呢個節日嘅緣起要講返去107年前，嗰陣由中國學生自己發起嘅一場愛國運動。當年佢哋滿腔青春熱血，高舉愛國旗幟，為咗國家自強、民族獨立，立下咗一個歷史嘅里程碑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啱啱打完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，滿懷希望咁走入巴黎和會嘅會場。嗰陣中國派咗成10幾萬華工遠赴歐洲，喺槍林彈雨之中挖戰壕、搬物資，用汗水同生命換返嚟嗰張戰勝國嘅入場券。但現實比戰火更加冰冷，會場嘅大門都未完全打開，列強已經喺密室入面自己傾好晒，毫不留情咁決定將德國喺山東嘅權益全部轉讓俾日本。消息傳返到國內，全國上下憤慨到極點。我哋係戰勝國，但係受到嘅待遇竟然連戰敗國都不如，積弱咗成100年，國土始終逃唔過俾人任意瓜分嘅命運。喺國際談判台上，我哋甚至連一句響亮嘅駁斥都講唔出。弱國無外交，呢種羞辱真係錐心刺骨。就喺呢個民族尊嚴就嚟俾人徹底踐踏嘅關頭，青年學生企咗出嚟。1919年5月4日，北京大學、高等師範學校等10幾間院校嘅3000幾個學生衝破阻攔，自發咁湧去天安門廣場。佢哋手上面冇武器，只有連夜手寫嘅標語同血書。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，還我青島嘅怒吼聲劃破長空。嗰一刻，積壓咗成個世紀嘅屈辱，化成眼淚，化成怒火，喺年輕嘅胸口入面熊熊燃燒。呢場由學生自發掀起嘅愛國運動，好快就蔓延到全國。工人罷工，商人罷市，唔同階層嘅民眾紛紛響應，匯成一股擋都擋唔住嘅民族覺醒洪流。五四青年用行動喚醒咗成個社會。退讓係換唔到尊重嘅，眼淚亦博唔到同情。一個國家如果冇實力，連最基本嘅公道都係奢望。中國要喺世界舞台上抬頭挺胸，要令子孫後代唔再受俾人魚肉嘅命運，要走上真正嘅復興之路，冇捷徑，只能靠自強。100幾年後嘅今日，我哋重溫呢段歷史，唔係為咗延續仇恨，而係要接過嗰支五四精神嘅火炬。希望每一位青年都記住，自強不息，奮發進取，國人覺醒，國乃可強。